日元對港元又跌到5算嘅邊緣，最新咧係去到5.1，創8個月嘅新低。好多人咧都好心急，想知道係咪咧可以唱定啲 yen 去旅行呢？點解有咁明顯嘅跌幅呢？就同咧日本最近嘅政局咧係有關嘅。日本終於出咗新任嘅首相，亦都係咧日本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咁佢被認為咧係安倍經濟學嘅繼任人，亦即係咧支持量化寬鬆。但明明咧日元冇幾耐之前咧先至開始結束長達10幾年嘅零息政策，未來日元會唔會繼續跌落去？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Hello，大家好，我係希啊。日元貶值啦，100 yen 咧對港紙而家咧係5.12嘅水平，比起咧月頭嘅時候接近咧5.3係明顯下跌咗嘅。當中唔單止咧係因為市場嘅波動啦，而係咧有一啲關鍵嘅政治變化，就係咧日本舉行咗首相嘅選舉。終於咧確定由自民黨嘅黨魁高市早苗當選。其實佢當選嘅過程咧都幾曲折嘅。本身日本嘅自民黨同埋公明黨咧係有長達26年嘅合作關係，因為有公明黨嘅支持啦，自民黨咧先至有足夠嘅議席去過半數可以執政。但係喺今次嘅大選之前，公明黨咧就宣布退出執政聯盟，因為咁樣咧都一度認為咧高市可能無法當選。最終咧，自民黨選擇咧同在野黨日本維新黨合作，高市早苗咧亦都正式成為日本嘅第一位女首相。其實喺大選未明朗之前咧，日元已經開始下跌㗎啦，但而家塵埃落定啦，點解仲未升返，甚至仲跌多咗呢？就同咧高市本身嘅主張有好大關係。高市早苗咧被稱為日本嘅鐵娘子，因為咧佢嘅偶像就係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連着住嘅藍色衫咧都有幾分相似。高市早苗咧喺政治方面咧屬於保守派，主張咧強硬嘅國防同埋外交政策，但喺經濟上咧就被認為係主張咧延續安倍經濟學嘅路線，即係量化寬鬆嘅貨幣政策，同埋咧加大政府開支嚟刺激經濟。簡單啲講咧就係用政府放水刺激經濟咧嚟增加出口。咁資金多咗咧，最直接嘅咧就係可能有利於呢個日本股市，但同時咧就會令日元咧長期疲弱。亦都係因為咁樣咧，日元咧最近就貶值啦，但日本股市嘅表現咧就非常之好，日經平均指數咧係創咗有紀錄以嚟嘅新高，今年以嚟咧已經係升咗接近25%。想留意日元同埋日股嘅走勢咧，就可以咧去翻 IB 盈透證券。IB 支援全球34個國家，150幾個 market， 27種貨幣，提供全球唔同嘅投資產品同埋服務，包括咧可以兌換日元啦、日本股票啦，同埋日本債券 ETF 等等。要睇日元嘅話咧，登入翻個戶口，選擇輸入翻咧 HKD.JPY， 咁呢度咧就顯示1港元咧就等於 19.63 嘅日元，換算咧即係100 yen 咧就等於 5.1 港紙。咁用 IB 嘅好處咧就係佢嘅匯率咧可以話係零差價嘅，佢買賣價差距咧係好細嘅。咁呢個匯率咧係比起全港嘅銀行咧都要抵嘅。而且咧，佢兌換外幣嘅手續費咧，只係2蚊美金，即係咧大概15蚊港紙。換完外幣之後咧，可以留翻喺 IB 裏邊去買呢啲日元計價嘅投資產品，亦都咧可以直接提取咧日 yen 轉帳咧翻去你其他嘅外幣戶口裏邊。例如咧轉入去一啲多貨幣嘅 debit card，咁去旅行嘅時候咧就可以扣卡裏邊嘅 yen 直接使用啦。對於日本嘅股票咧，之前我都有介紹過，巴菲特咧都有投資4大商社。包括咧30、三井物產、伊藤忠商事同埋住友商事，4大商社喺今次嘅升勢裏邊咧都係有受惠嘅。例如30商事過去6個月咧就升咗接近 45%。想喺 IB 揾日本嘅股票咧，除咗可以 search 佢哋嘅股票編號之外，仲可以用佢呢一個市場篩選器 scanner 揀翻亞洲股票日本，咁咧就可以睇到咧好多喺呢個日本市場上面嘅上市公司啦。想了解更多咧關於 IB 嘅使用啦，或者係開戶嘅話咧，都可以咧入翻我文字欄嗰條 link， 咁去 IB 嘅官網睇下嘅。繼續咧講下呢個日本嘅經濟前景啊。高市咧主張咧重新咧印銀紙啊，行量化寬鬆，但其實咧日本要真係咁樣做咧，都唔係咁容易嘅。日本咧喺舊年咧終於終結咗呢個負利率嘅政策，而家嘅利率咧係維持喺 0.5%， 今年咧都係冇加過息嘅。高市上任之後咧，可能會進一步咧減慢加息嘅步伐。佢表明咧係會同央行保持合作，但強調咧宏觀經濟嘅責任在於政府。咁呢一句説話咧就令投資者覺得政府咧對於貨幣政策咧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力。短期內咧央行加息嘅機會咧係唔大嘅。雖然高市主張咧寬鬆嘅貨幣政策，
但以日本嘅實際情況嚟睇咧，要大規模咁樣放水咧，機會係唔大嘅，因為咧日本政府本身嘅債務咧都好高，日本長期國債嘅利率咧持續走高，政府嘅利息開支都係好大嘅。如果咧仲要再大幅咁樣增加咧呢個支出，只會咧加劇嗰個財政嘅壓力。其次咧，日元咧如果再大幅貶值啦，就會咧加劇咗呢個輸入性嘅通脹。而家日本嘅通脹咧已經係影響到咧民眾嘅生活，如果再加落去嘅話咧，就容易咧引起民怨，可能咧影響咧政府嘅支持度。高市早苗咧喺上任之後咧，都即時下令咧採取新一輪嘅經濟政策，就係咧為咗減輕咧家庭同埋企業咧面對通脹嘅負擔。所以咧，即使高市上任啦，佢係主張量化寬鬆嘅政策，但同時咧都要兼顧呢個通脹，實際操作上面咧都會有一定嘅限制。市場預期咧佢實際嘅政策咧係會比佢所講嘅溫和得多。所以咧，除非有一啲突發嘅事件啦，唔係咧日元再大幅貶值嘅機會咧未必係太大。美國咧亦都唔會允許日元咧係大幅貶值嘅。同時咧都要留意美金啊，美國減息咧仲未完，美元咧而家有4厘啦。仍然咧係屬於高息嘅貨幣，所以咧即使美國減息啦，美國相對其他主要嘅貨幣，例如日元啊、歐元啊，都仲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嘅。資金咧未必會大規模咁樣流出美金，但係如果減息係持續嘅話，美元嘅息口咧再降低，資金咧就可能咧會回歸一啲亞洲嘅貨幣，咁有機會咧重新推升翻日元。如果咧有打算係買定啲 yen 去旅行嘅話咧，趁而家咧都可以係咧一個吸納嘅機會。至於喺投資嘅角度咧，高市早苗經濟上咧呢個寬鬆嘅路線咧係有利咧刺激日本嘅出口嘅，所以咧日股嘅表現咧就有支持啊。尤其咧係出口類啦、能源、商社呢啲咧都可能係會繼續受惠嘅。而持有日元嘅咧亦都可以博日元咧反彈。不過同一時間，如果咧日元重新走高咧，日股咧就可能會向下調整啦。都講下日本嘅債券啦，就可以咧用翻 IB 呢一個 Bond Scanner 債券篩選器。喺國家裏邊咧選擇日本，其他到期日等等咧都可以自己 set 翻嘅。例如呢一張豐田汽車 Toyota 嘅債券，下年咧3月到期，評級咧有 A 加級，收益率咧就係3.95%。如果係換咗日元嘅，咁就可以咧一邊收息，一邊咧等日元咧去升值啦。另外最近去日本旅行俾錢咧又多咗一個方法啦。香港嘅八達通 App 咧接入咗咧日本 PayPay 嘅功能。本身咧 PayPay 咧係日本軟銀啦，同埋 Yahoo JP 一齊開發嘅，係日本咧市佔率第一嘅電子支付服務，交易額咧佔咗成個日本嘅66%。喺日本大部分嘅商戶咧都係用得嘅。大家有用開八達通 App 嘅話咧，而家喺佢嘅 App 裏邊下邊有一個旅遊，可以揀翻 PayPay，之後咧就會顯示咧一個二維碼，咁匯率咧係會即時轉換嘅。至於扣錢咧，就可以揀扣八達通銀包啦，或者咧係手機八達通裏邊嘅餘額。不過一般八達通嘅儲值上限咧就係3000蚊港紙，八達通銀包嗰個限額咧就會多啲嘅。所以如果買貴嘢之前咧，就記得確保咧八達通銀包係有足夠嘅錢啦。其實而家去日本咧，好多旅遊嘅地方，例如藥妝店啊、Donki 啊、連鎖嘅餐廳都有咧香港支付寶嘅。而 PayPay 咧喺日本咧就係更加之本土，同埋咧滲透係更加之廣泛。然後去日本咧需要電子支付嘅時候咧，又可以咧多一個方法，咁就更加之方便啦。好啦，咁今日影片咧就嚟到呢一度，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到最近日元啦同埋日本經濟嘅一啲走勢。中意個影片咧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